2021年228纪念基金会捌伫咧官方的228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研究报告当中，探讨228事件当中受难者的人数。不过，即阵就学者指出，这份报告内底用的资料来源有问题，所以统计出来数据是唔对的。发生伫1947年的228事件，死伤的人数到底有偌济，一直拢有争议。根据2021年出版的《228事件真相甲转型正义报告》当中，228基金会有探讨受难人数，估计8000到10000左右。但是有研究228的学者指出，报告内底的数据来源有争议，亲像使用回忆录加做官方报告的数据就无够正确。我们说它定义荒谬。荒谬在哪里？包括事件官方关系人之事后记录或回忆录，就是说这个官方档案它是包含私人的回忆录的，好，或者是事后记录。比如说我写一个读者投书，投在这个某个杂志或报刊上面，或甚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然后它也可以算是官方档案。学者认为数据来源无正确，统计出来的受害人数也是错误的。捌伫2011年到2016年做228国家纪念馆馆长的廖继斌认为是这数字只有官方数字的1/10，认为基金会袂使违背事实，若无对平复历史的伤痛是无帮助。你的报告写错了，我们老百姓、民间28遗族来提醒你，我们可以对一下，你有没有乱讲我？没有就错，承认错了嘛。针对这个执期，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纳树朴北回应，基金会有义务呈现228事件了后，政府的不当手法，致使即马真恶找出真相的状况。基金会感谢各方研究者的指教，也欢迎共同讨论资料的运用范围，但是无影响这份报告的参考价值。记者郭碧君、柯明哲台北报道。